前9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昨6点36分发生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富里，深度17公里。加在各地无传出严重的灾情。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无排除讲未来3天内有可能会阁发生规模4.5到5.5的地震尾，所以民众就要细致。平静水面熊熊又来喊起，鱼缸内底鱼仔也开始惊到黑白熟。11暗时6点36分，花莲富里乡发生碎尸规模5.8地震，地震深度17公里。台东市区胜利街面体监视器也翕天桥地动画面，各地上大震度花莲5级，台东南投4级，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彰化甲苗栗3级，台北也2级，澎湖是1级。因讲是全台湾拢有感觉。那由于这一起地震的深度很浅，所以对于整个台湾都造成明显有感的地震。气象署初步研判，这地震的原因甲菲律宾板块、欧亚板块受浪有关系，也是今年监测范围内国内上大的地震。花莲警方地震了后，顺势辖区发现万影响的马湾桥面接旁的所在出现差不多3公尺的离痕，春秋旁野山区看到用踢一个壁垒管仔。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观察到比较显著的余震。但是我不排除在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4.5到规模5.5之间的余震可能会发生。这地震甲去年地上地震比起来，这摆较活中国区域较偏东平。甲透早5点半为止，也无观察到地震尾。不过气象署无排除未来3天内底会有规模4.5到5.5的南山地震发生，民众要加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以巴冲突进入第5天，以色列去拍加沙走廊，全面封锁，造成加沙地区死伤惨重。以色列昨昏宣布会成立紧急政府，也阁有战时内阁来对抗哈马斯。10日晚以色列北部地区警报声响甲连，泰伯利甲海法市拢听到，讲是有一支为黎巴嫩进入以色列要求百姓紧急避难。总理纳坦雅胡当时战争期间，甲在野党领袖简时强助紧急政府，各加州国防部长格朗特组成战时内阁。בכל החזיתות עברנו להתקפה. כל איש חמאס הוא בן מוות. חמאס זה דאעש, ונרסק ונחסל אותו. 哈马斯的卡布总团体艾兹丁卡萨姆里表示，10亿有关在以色列境内作战，以军可能准备对哈马斯展开沿海会地发动地面进攻。佮表示，伫加沙周围部署战车编队，伫新一波冲突当中消灭数百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哈马斯表示，用一辆R6空火子弹攻击沿海多次海法无人员伤亡通报。路透社记者表示，伫以色列上北边往黎巴嫩边境的小镇美图拉有一栋厝被拍到，这附近离黎巴嫩南部边境无远，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一直伫这所在活动。美国总统拜登向哈马斯伊朗支持者发出警告，唔通利用加沙战火将中东的战争扩大。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辑。这场战争上无已经有2000人死亡，有一个以色列的女性就好讲，哈马斯杀死伊的阿嬷，佮粗残开直播，互因的亲目睭看到因的亲人死亡，也若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是毋若以色列人，也佮有侪外国人，内底就有10个泰国人，因的家属即马心肝火刀，拜托政府爱赶紧斗3天。激烈爆炸声了后，随清楚因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甲以色列的激烈战斗进入第4天了后，以色列搁一摆反击，空袭加沙伊斯兰大学。无情的战火上无辜的是高战区加沙当地的平民。一名以色列少年女性找着悲伤的控诉，家己的阿嬷妻被遇害。那哈马斯下毒手的时阵，也搁开启社群平台的直播，互家属看到一切。סבתא שלי על הרצפה בבית שלה, רצוחה בסרטון. כל הרצפה דם. סבתא שלי שוכבת שם. 高级双方报复性的反击已经夺走超过2000条人命，除了以巴平民，不少外籍人士也真着急，因为哈马斯提起发动攻击，因伫加沙亲友就失联。泰国东北部的童坤，伊的后生提起和哈马斯拔走，都下落不明啊。 ก็หวังอยากให้ลูกและกลับมาอย่างปลอดภัยแม่ก็หวัง
แบบนี้แหละ。通过后生为着孩子，2年前到以色列工作，顶礼拜五，伊甲家庭通过电话了后就失联。另外一位泰国民众努普拉也在期待奇迹出现。ถ้าผมไม่รอดแม่ทำใจนะแม่ทำใจ。只是最後，努普拉聽到上無想要聽到的消息，伊的後生已經遇害。到10日為止，已經知影14名泰國人和哈馬斯綁架20人佇衝突中死亡。泰國是以色列外籍移工的主要來源之一，目前大約有3000名泰國人當咧想辦法回國。同款艱苦的，還有住佇以色列美國公民，因的親屬也為伊找一爆發衝突了後，都無消無息。The first one said, "I love you," and immediately at 8:11 also it said, "I'm sorry." And so I knew immediately, wherever he was, it was a terrible situation. 失踪的美籍人士，包括军人、護理師，家屬要求美國政府提出辦法，讓家庭趕緊回來。美國官方指出，目前已經至少知影20人失蹤，無確定是從靠做政治，還是不幸罹難。也毋過答應會量早找到失蹤者。公司新聞7萬人編譯。鏡頭個等下過來關心國民黨嘅立委馬文君，被指控牽涉唱水南國造泄露機密。民進黨嘅立委王定宇就講，自2019年3月立法院嘅機密會議，伊講馬文君是無簽保密冊結書。也毋過馬文君伊強調講，伊有簽到，伊嘛講只要有簽到就有保密嘅責任。也若馬文君進前控告發講涉嫌泄露國防機密，高檢署即嘛已經啟動調查。占南國造爭議要繼續咧看，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加入涉密嘅風波，防指控出席機密會議，未配合保密。民進黨提出2019年占南國造合約設計成果報告保密簽結書，主記馬文君繼續簽名。針對這點，馬文君11召開記者會反擊，強調只要參加機密會議有簽到，都要負保密嘅責任。反抗迄當中嘅調委，民進黨王定宇若是有記錄，會當賣互伊開會。簽與不簽，其實我們只要簽到就算了，我們都負有這些保密的義務。民進黨拿出這一張黑函，反覆的攻擊，到底用意是什麼？我想請黃曙光出來說清楚。馬文君指控連續幾日講嘅攻擊是政治謀殺，要求占南國造嘅調集人黃曙光出面講明，立委你得為批評民進黨又在做黑甲做紅嘅代志發生。那委員因為戰鬥欄，你們那邊還是面對涉密的真濟疑點，馬文君以關刑庭為理由提早離開。不過，頂日伊向告發涉嫌泄露國防機密，後外國罪。高檢署已經交予重大危害國家安全甲社會特殊案件小組做回來調查。馬文君會放在國犯罪他日案被告。海軍前線小組人員上來報告說，有一位委員沒有簽，請問主席該如何處理？當時要求裁示，一方面記錄會議記錄。2方面在拒簽上注明，因為大家都有簽，總不能大家一起背鍋嘛，所以注明是哪一位委員拒簽切結書。王定宇講，迄當陣來開會14個立委，獨獨馬文君無簽名，而且真正出席會議室。關注的內容毋是打造占南的困難點，是出席會議人員的背景。黑副會主委幫社寬認為講，占南國造建造困難，應該互黃曙光捧一聲。黃曙光能夠把這件事情做成功了，給他一點掌聲嘛。全世界哪一個國家的武器發展第一次就能夠完美的？黃世寬表示，甲馬文君並無私交，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的程序，交予司法互大家交代。記者綜合報道。因若若被合作，敢有機會咧？侯友宜已經證實講，因已經有和郭文哲競選辦公室聯絡，針對郭文哲之前有提出講先辯論，再個比民調。郭文哲是閣一擺強調講，若是無要辯論，無要比民調，也無要創啥。另外，民進黨嘅賴清德伊是表示，無論未來在野是安怎整合，伊攏有決心會當拍贏選戰。侯友宜甲韓國瑜互動展現團結氣勢，中共董事長趙少康舉辦見到拿記者會，侯友宜甲韓國瑜兩個人合體出席，要拼國會超過一半。最近國民黨甲民眾黨合作議題繼續一直談。郭文哲講辦辯論結果比民調，侯友宜也未同意，不過表示賣有色前隊，不過已經正式甲郭文哲競選辦公室有聯絡了。那雙方面已經取得了聯繫。我們的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那先坐下來，兩邊把所有的相關的議題大家對好，大家一起朝藍白合作方向往前走。
也不辩论，也不民调，那干什么？所以你觉得他确诊吗？所以我们希望呢，国民党可以尽快的来回复这个进行的方式哈，那也回应社会的期待。媒体一直伫问瓜问题，不过幕僚表示无接受访问。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是回应双方都有密切联络，民主党希望双方公开透明进行，希望国民党尽紧伫1礼拜内底甲代志定案。也有正面来回应辩论甲比民调。也来民进党这方面是继续维持现有选战的脚步。未来会安怎变化咱唔知啊，所以咱一定爱做最后的准备啊。就是讲无论安怎变化，在野党无论是安怎组合，咱拢要赢安尼。日本新来台湾基友会进行到民进党中央来拜会赖清德，更加举行必胜达摩的点睛仪式。赖清德强调，最后决胜的关键力量就是海外乡亲的力量，希望大家会使回乡来投票。也来寻求独立参选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伊是无行程。发言人黄树修伫面说讲，赵少康提出见到拿共同政见的草案，完整来跟随郭台铭的主张，口说感谢赵少康义气小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再来关心天气。这礼拜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这方面是较高落雨，咱同时来看温度。东北季风到位，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雨水会较高，日时会落11号。新店以南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也若南部也有中部的山区是过昼会落雷公雨。也若水气这2天就会豆豆减少，拜六的时各地是搁较清彩，民众会当把握天气。来出门去佚佗。若礼拜的时是因为搁有一道东北风会来到位，北部、东部会开始搁落雨。温度方面，今仔日各地低温是22度至24度，会感觉较凉冷。桃园以北、东部日时高温是26度至29度。若伫新店以南，高温是有31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所以乡亲早暗都要会记得加套一领衫。受极端气候的影响，今年的高温是直透破纪录。根据最新的研究，热是无大紧，也不过总讲若是搁湿，安尼咱人就会被热着，安尼颠倒就会较危险。只要地球温度比工业革命进前加3度，安尼全世界就有15亿个人口要面对气候改变所引起的风险，会造成性命危险。根据美国这礼拜公布最新的研究显示，讲因为造成的气候暖化，已经让全球各大城市关湿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增加。那地球的气温比工业革命进前是悬摄氏3度，全球会有15亿人会面对送病院的风险。若搁悬摄氏1度，受冲击的人就会加倍。And at 4 degrees Celsius warming, we see that about 3 billion people experience 1 week of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 that are deemed uncompensable every year. 在打扫的状况之下，人体透过皮肤来流汗，小气就会无去。但是若休息会阻碍这个蒸发作用，甚至是完全无效。若人体中枢过热的时阵，体温调节的机能无去，会造成器官加速衰竭，甚至在几点钟内就会死亡。科学家利用地球的温度来测试人体会当承受湿度的期限。地球温度是讲对一块空气来做加湿，到上济时阵会当到的温度。根据2010年的研究，人体无法度承受地球温度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若在这种环境之下继续6点钟，人体就会被砍折。但是2022年的研究，甲极限是改做摄氏30到31度。Once you start experiencing 300 days of this every year, that's where things such as climate migration have to take place. Or unless you want to sit inside in air conditioning every day of 9 months a year, which is not a life that I would want to live. 根据研究，这几年全球拢出现进前无的关湿热的天气形态，嘛代表讲人类为了生存，一定要延长伫个有冷气室内的时间。这已经会冲击到经济活动，对无法度负担冷气和必须要靠劳力来生存的人口，恐惊会变作极端气候之下无适合只好淘汰的族群。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关心联合报，国防部伫5月时有修订规定，伫级别性的建案内底，新增加会当先用钱后报备。国防部保护行政院核准了后，就会当开始动用第一有备金。不过主计长即马是表示讲，第一有备金
有备金，伫任何的状况拢会当用，但是爱先保护行政院核准，若5000万以上的就爱先经过立法院通过。伊唔知影为虾米各方部要家己压价另外去定规定。来关心自由时报，目前 NCC 是规定讲1点钟的电视节目加加上济，敢若会当插4摆的广告，总时间嘛是有固定的。不过 NCC 即马表示，考虑业者受所谓媒体拢大家该看网络的影响，即马电视广告的收入减真济，所以拍算要修法来放令1点钟的电视节目广告会当插6届。来关心物流业者在配通的员工昨昏去总公司外口抗议，因是这个公司无按照规定算加班费给因。因讲5年落来，每一个人平均拢互公司欠53万的加班费，因要求公司爱还钱。不过业者是表示，一切拢有依法处理。配通欠1000万加班费，配通欠1000万加班费。大声化口号表达心中不满，物流业者提配通的企业工会在伫总公司外口抗议，批评公司无以全新来计算加班费这问题。工会讲有26位员工互欠的加班费有1400万块，平均每个人互欠53万块，也有人互欠上100万。公司就是一直拖，取消这劳资协商会议。今天会开这个记者会，都是因为你们公司造成的，而不是我们员工。我们员工只是想要拿回自己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而已。到第2次的时候，有很多争议的时候，宅配通的人资长他就直接规避劳检，被台中市政府罚了5万块，5万块啦。工会讲，虽然公司对去年12月底开始改以全新计算加班费，然过进前所欠的加班费，公司并无提供任何参考的依据之下，提出每一人每年上悬12000块，5年6万块的方案，根本是伫应付员工利益。工会愿意跟公司来协商，公司也应该要积极拿出具体方案了，然后赶快解决争议，就是不要让这个争议一直持续，让双方的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常轨。对着工会诉求，提配通回应强调，提配通是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来行事。对着工会讲到个案，公司欢喜来拍开大门，确认这疑义来处理，也强调提配通是幸福企业。不过工会希望劳动部应该积极要求公司提出诚意解决争议，若无排除罢工来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澳洲华裔记者成蕾防指控违反中国的国安法，伊伫中国封关3年外，最近已经出国回去澳洲。澳洲的外交部长阁亲身去机场接机。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是否认讲这是中国和澳洲双方谈判的结果？不过外界认为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应该会变好。澳洲总理艾班尼斯10月证实，予中国关3年外澳洲华裔记者成蕾已经伫政治站放出来，佮伫10月顺利登去墨尔本。Earlier today, I was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n Australian citizen, Chang Lei, who has arrived safely here in Melbourne and has been reunited with her 2 children and her family. She was met at the airport by the Foreign Minister, Penny Wong. Her matter was concluded through the legal processes in China. 不过，艾班尼斯否认成蕾放出来是中澳政治谈判的结果。成蕾是澳洲公民，目前是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电视网在2020年8月中失联，2021年2月互中国指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中国国安部门表示，成蕾伫2020年5月违反保密条款，透过手机将工作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提供互境外机构。即马这案件结束，外界推测中澳关系有希望恢复。中方对中澳关系发展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艾班尼斯计划今年要访问中国，伊伫6月宣布这消息的时阵，就把呼吁中国释放成蕾。目前也有中国甲澳洲相连国籍的华裔作家，因为刑军被控间谍罪，关超过3年，到即马依然无进一步的消息。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继续关心美国、日本、韩国伫8月份举办高峰会了后，有讲要强化军事合作，所以因伫这个月初9、初10，因就伫济州岛附近的海域，让7档了后，佮进行联合军演。演习的内容是，总共伫东北亚的海域发现有船只，那亲像有载违反国际规范的物件，安尼各国的海军会当做伙去甲砸落来。外界是认为讲，这个演练那敢若是伫针对北韩。甲瑞金号航空母舰搭配，包括美军的星盾巡洋舰甲库德舰3只，日本派出的主力军舰是头一只传统式飞行甲板的日向号护卫舰。韩国海军是由星盾库德舰，利古里尔号代表。虽然有星盾舰独立演习，明目这摆的演习科目甲星盾系统，船中的飞弹防具无关，而是所谓的海上拦截。美国国防部针对驻华美军发行的新条纪报，根据北约组织海上拦截行动训练中心的定义指出，海上拦截包括命令科技船只停止航行，佮派遣武装人员定准所在，若有技术和国际组织列入禁运的物品是扣押船只佮逮捕船员。新条纪报引用韩国海军高层的话讲，北韩积极发展中程飞弹甲核武，参新型的舰舰作为发射平台，对东北亚的威胁扩展到更较多面向。所以美日韩3国需要加强合作，断绝北韩违反联合国禁运为其他国家引进相关物资甲技术的管道。伫演习结束了后，瑞金号航空母舰会顺路访问韩国东南部大港釜山，有计为12停留到16。除了北韩问题，中国伫东海真接的军事行动也受到美日两国关注。新条纪报较早的报道指出，美军太平洋空军指挥部所属原本驻防伫日本九州南边的陆奥基地 MQ-9 无人机总数8只，连同150多名人员，会移防到沖縄的加昌纳基地，就近监控沖縄市考回中国海军动态。MQ-9 无人机因为会当搭载重1700公斤的武器，包括地下火、反装甲飞弹、甲镭射导引炸弹，所以方叫做死神。不过，新条纪报引用日本防卫省的讲法指出，这8只 MQ-9 无人机并无任何武装配备，而是专职侦察任务。这也是美军伫全球自用系列无人机部署伫青森县、三德基地、甲广岛县、英国基地了后，搁一个驻扎无人机部队的地点。公司新闻家人朋友，镜头来缅甸这2天真无平静。伫北部的吉庆邦有一个难民营，拜一个半暝啊，那亲像是互军政府攻击，上无有造成29个人死亡。因为伫缅甸的南部是因为落大水雨，已经落几天啊，当地做大水，一寡人家厝拢互淹了，即马造成2万人有路无厝。涂骹满满是风炸海插头，民众物品散甲规涂骹，边仔也阁有爆炸了后流落的大溪洞。缅甸北部克钦邦挖近中国边境的这座难民营，初9暗遭到攻击，营地内的学校、教堂甲大量民家拢互散作平地。这场攻击至少造成29人死亡，罹难者拢是平民，其中10多人是囡仔，另外还有超过50人受伤。因为难民营所在地点由反军政府团体掌控，反对派人士甲英国驻中共大使馆认为无影响都是军政府，也毋过军政府反抗。民兵独尊的炸弹引起爆炸，才造成无辜民众死伤，也毋过无提出任何证据。那伫缅甸南部受大水侵蚀，当地礼拜日开始连日落大雨，引起严重水灾。上加大城强港附近的福果市街路河水淹，水深沟丘，早着加火撤离的民众爱冒险撩水行，甚至有民家一楼河水淹去，居民只会当伫悬的所在等待救援。Cám dùng mua đi khai dùng mua đi. Thì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Đâu gì mẹ là khám dùng cũng mà dùng. Mấy cái đi đâu bỏ ra. Ra ông bám vào gì quá có đầu vào. Nhà em là gì rồi. Em mà yên nhau được không nếp chân gì. Vì anh gì à, mình nên cái gì qua cái gì đi làm rồi. Ô rồi. Mới cho cô rồi. Đi vào trường rồi cô lại nhiều. 缅甸雨季一定出现大雨，也毋过伫24点钟内落达到200毫米的雨量，创下10月单日雨量上悬纪录。缅甸媒体报道，福果市已经有2万人因为大水有家无厝，附近的强港北部有4000多人互疏散。缅甸为7月开始，就连续发生大水，包括
陆溪帮、溪青帮、溪仑帮等9个邦甲地区，拢经过断水之苦。科学家指出，受气候变迁影响，当地未来恐惊会出现更加激烈的极端气候。公司新闻市问题。唔管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的外交大臣今日去以色列访问，表达英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伊伫以色列访问的期间，国有拄到淡水雷的空袭警报，伊是谴责哈马斯是恐怖主义分子。另外，日本针对以巴冲突，并无参英国、美国共同发表谴责哈马斯的声明。日本媒体即马是认为讲，日本政府是应该是咧采取平衡的外交路线。继续关心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即马加沙地区已经互全面封锁，加沙地区即马无水无电，而且当地唯一一座发电厂嘛已经紧绷。以巴冲突双方拢死伤真惨重，埃及即马是烦恼讲会出现大量的难民走去因的国家，所以埃及已经决定讲要甲加沙甲以色列的边界拢进行无限期的封锁。继续关心全世界第2大甘蔗生产国印度，最近是因为可汗甘蔗园拢打起，糖的产量减真济。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印度伫这一季可能袂阁出口糖，这有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甜利这供货真严，嘛有可能会造成国际上糖的价小加悬。镜头等下，咱国来关心，伫几个月前，新北市的邦桥才发生冷气落落来去害死一个查某大学生的事件。昨昏伫台北的南港，阁出现楼仔厝窗仔型的冷气对3楼落落来，落伫人行道，加在下骹无人。警方即马初步是认定讲，是因为冷气的架仔生铆断去，冷气才会落落来。即马监管处会依法罚所有权人上悬30万。大人陪囡仔坐伫年纪卡，一台冷气雄雄位顶悬落落来，落伫外口的人行道边的奥多摆嘛受到牵连，民众紧回头看，也是感觉真惊吓。冷气落伫涂骹，是摔甲规个喙糊糊，零件四线也甲规倒位。这是伫台北市南港，找到下晡4点外，一台冷气雄雄落落来。有时候有订单，刚有人去看，如果就是可能外面当时有人在走动的话，会先。这台冷气为公寓的3楼落落来，先去讲到2楼的杂货坪，结果落伫1楼的涂骹。当起代志发生的地点，这个固定冷气的架仔明显已经生铆，警方研判生铆了后的架仔已经含烧，加上连日落雨，才会发生这个事故。如果有掉落的情势，那我们会依违反建筑法77条规定去裁罚，会从6万到30万。除了会依法裁罚，台北市监管处嘛提醒住户都要定期做检查。因为建筑物的所有人、甲使用的人应该依护建筑物设备的安全。若是造成意外，可能也阁会涉及刑事甲民事的责任。不过，回头看3个月前，有工人伫新北市邦桥，若像是伫安冷气的时阵无注意，规台冷气位真悬的楼层落落来，去得到一个查某大学生。即马阁发生有冷气落落来，水电业者就讲，架的选择是真重要。尽量都用比较耐久性的材质，那尽量能够用不锈钢是最好。那像有雨棚啦，或者是在什么雨披下面，冷气机就会比较耐久。材质都已经白铁啊，加上用雨棚炸雨，较袂遐紧就生铆。业者嘛建议，伫冷气外口安铁架啊，会当加一层保护。只要看到固定冷气的架生铆，都要特别注意，提前要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Moderna XBB.1.5预防针，昨昏已经开始注射，所有人拢会当去注。疾管署是表示，10月中过后，新冠疫情有可能会阁压起来，12月底可能会达到高峰。到时阵一天就有22000人至24000人去围着，所以呼吁民众若是会使就赶紧去注。另外，流感的疫情嘛，当得严重，顶礼拜是新增加11个人死亡。若今年重症个案上细汉的，是一个才4个月大的红婴仔。加在这个囡仔已经出院。注一头就使预防为着新冠病毒，60外岁干先生为着降低新冠病毒威胁，早起运动完了后，就赶紧到诊所去注射新冠 XBB 疫苗。早上刚好看到报道新闻，有报道这一则，有疫苗可打，我刚好路过这边，那就顺便进来打了。莫德纳新冠 XBB.1.5疫苗对9月2日开始试到即阵，总计已经有15万人注射，并且对11开始开放6个月段以上民众注射。疾管署讲，新冠疫情10月中旬过了后会慢步清悬，并且伫12月底达到高峰。
预估在12月底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 COVID 的一个确定病例会达上波的一个高峰的一个80%，预估大概每天会有2.2万例到2.4万例之间。那新冠流感疫情也伫清悬，顶礼拜国内新增加11例流感死亡的病例，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的民众。但你注意的是，新增加34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内底，出现今年流感季节上少回个案，是北部4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因为发烧侪天，已经有脱水、肺炎这症状，加在住院治疗了后，已经好起来出院。X 光也看到就是有这个肺炎的状况，那所以就是入住加护病房之后给抗生素跟流感抗病毒药物治疗，那所幸他这个症状恢复得很快。疾管署提醒，顶礼拜流感小话通报有45件，其中40件发生在学校。有个流感高峰的伫明年一家，呼吁副校公费流感疫苗，资格民众赶紧去注射，并且落实破病卖上班、卖上课，还有各项感染的管制做法。那出现喘气困难、这危险的情形，要赶紧让医生看来降低并发重症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护理人员是长期欠人，护理工会全联会即马是建议政府，除了爱改善劳动环境和薪水，嘛建议讲政府会当开放予男性的护理师，准讲是收到兵单爱去做兵的时，会当伫原本的职位做提互因原本的薪水，留点病院做替代役，用这款方式留掉老护理人才。听同学的口令，那看照本的说明，那分组练习正面注射。另外一边是咧练习甲患者用鼻管饲食的，还有金马注射的训练。这是台北市康宁大学南田建立实验室，每一个护理科的学生，伫正式正做护理人员进前，拢爱伫遮做真18个专业训练。还没有实习过，还想要多去了解一点医院的状况，然后想一下自己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啊，可以跟医护结合。虽然目前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9300个护理应届毕业生，不过实际领证正做护理人员的，敢若有6000多。即马疫情了后，护理师是更加欠缺。会离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病院的工课是采3班制，日班甲暝班轮来轮去，困眠无正常嘛影响健康。就算是伫医学中心，加上年尾等等的奖金，一年薪水差不多是70万。不过若是伫地区病院，一年薪水差不多50万。即马护理工会全联会就建议政府会当开放男性护理师伫病院服替代役。我们多了一个选择，让我们的男性护理师他可以选择持续留在我们的职场继续工作，他的经验不会被中断。在当兵过程中还能继续做你原本就是在从事的行业，我觉得也可以。我去医院工作，那当兵又可以减少，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利益蛮大的。不过有伫第一线甲护理的老师认为讲，要解决护理欠人上根本的问题，也是爱为调整薪水、甲调整夜班费用等等的方面来做。因为每一届应届毕业生内底，查甫学生的人数其实无甲5%。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怎么样的去留住人力？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薪资。那你只要是增加薪资、增加这样的诱因，男生女生都会来投入。全联会表示，等一日拢总提出9项诉求，希望改善护理卡手无够的问题。目前敢若有3班护病比，甲大院整合照顾有共识。按算这个月中会搁甲卫福部开会，希望会当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杭州亚运都结束，咱台湾选手摕到真好的成绩。接落来，咱国内要举办全国运动会，21要起鼓。这届全运会是伫台南举办。台南市长黄伟哲专工邀请选手甲民众做伙去台南看比赛兼佚佗。也毋过，即马台南天9日的疫情也是同款真严重，疾管署就建议民众爱穿长裤长裤，才袂互放假。舞台变做大型古城的模样，这是今年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典礼舞台模拟影片。杭州亚洲运动会都结束，台湾得到19金、20银、28块铜牌的好成绩。所来全运会21就要伫台南起鼓。台南市即摆要以400年来的古城人文历史做主题，欢迎运动选手甲民众入城去台南看比赛兼观光。亚运也好，或者是呢这个奥运啊，很多我们国内的优秀的选手。他都是从我们国内的3级、4级的这样培训体系呢培育出来，其中呢也是经过了国内呢最大型的竞技的赛事上面脱颖而出。大家来台南看全国运动会的时候，不只是看选手优质的表现，在每天的赛事结束之后啊，一定要来台南走走逛逛。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人16年了后，总算佫一摆办全运会，已经做交全的准备，迎接选手甲民众。不过台南今年到打天口热病例累积超过14000例，10月初3到10月初10，全台新增加2527个本土病例，其中台南市就占2248例，是占8成8。所以其实室外是比较没有问题的，然后室内的场馆我们已经做好最好的防蚊的准备。登革热的疫情虽然跟前周比较起来降低了16.6%，但是目前我们登革热的一个疫情仍然是属于高峰期。虽讲这礼拜台南天狗热疫情无加悬，但是疾管署讲防疫袂使放零，有可能是因为连续假期期间部分医疗院所休困，通报可能有侦查。目前评估过来天狗热传染的风险也是真悬，民众要保持警戒。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寒天要到啊，国内嘛开始出现一寡禽流感的病例。伫嘉义溪口就有饲烟豚的所在，发现气味着 H5N1 高病原的病毒，有35000只烟豚已经防灭掉。这已经是今年第2开始围着。也若国外即马疫情嘛继续咧传，亲像伫南非就灭掉750万只的卵鸡，鸡卵即马拢袂使卖。另外伫美国的犹他州嘛有爆出疫情。防疫警官请装备将手伸伫人的舌，将一只烟豚撒到毛布地，位伫嘉义溪口的烟豚场，当地确诊感染高病原 H5N1 病毒，共同超过35000只，全部爱扑杀。其实这场1月也确诊过，扑杀25000多只。今年确诊2摆，生活安全措施有待加强。防治所要求加强消毒，如何防止为王。该场过往已发生2次禽流感疫情。再次呼吁养禽场注重生物安全措施。今麦进入秋冬，国内高病原确诊案例最近出现蓝山2例，也毋过未当无注重。农业部防检署指出，欧美部分国家疫情无断过。最近美国犹他州发生火鸡场着病，已经公告就这个州为禽流感非疫区三毒。那对国内中和感染的养禽场，也会更加严格执行服用定数。复养申请其实我们有一个标准程序的哈，包括就是要做场内的一个病毒的分析哈跟分离。如果可以通过，当然我们还是会准予复养哈，那我们会严格的执行。伫南北球的南非，几下个省份爆发严重疫情，扑杀超过750万只卵鸡，大约占全国总载养量2到3成，影响到2到8个经营。路透指出，有一寡超市只会当停止卖，也是限制人客买鸡卵的数量。当局也在评估监视注疫苗来控制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伫新顶县的德北有一个上千平的农地，过去捌因为违建，互县府罚过。想袂到因伫国庆天假4天内底，佫偷偷请吊车去现场施工赶工。县府接到附近的民众检举，已经派人去会勘，即马是要求因7天内爱家己拆，若无政府就会派人去拆。一大片农地内底，工人伫咧赶工，佫请来大型吊车吊铁皮，检入去内底一看。阁有袂少准备要施工的材料，地主互人检举，趁国庆连续4天假期偷偷施工。检举人讲，去遮大间，惊是做厂房，有污染的疑虑；若是做仓库，也是惊囤危险的物件。不过业者讲，因是准备要起来做农业使用。家里做很多原因，想要做生意啊。可是他为什么要搭外面的这个棚架？因为我本来是想要说上面要牵网子那些啊，可是他们很赶啊，警察每天来就随便先搭一搭这样。接到民众检举，县府11早起去现场稽查。县府讲，今年6月就已经罚业者18万，针对这摆业者趁4天连假来赶工，县府会加重处罚，把在门口打出禁止施工的定格。认定他确认违规后，我们后续可能会再依违反驱逐的部分再持续加重处分。那违章的部分，公务处也来贴了制止单，请他自行拆除。如果7日没有拆除的话，我们公务处也会立即安排强制拆除。县府强调，依照规定，农业用地敢若会当农业使用，就算业者要起来农用，也是必须爱向农业处申请。目前农业处已经通知业者，限期7天内爱完成拆除，若无就会强制拆除。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镜头来台南是咱全台湾圆环数量上济县市，在地民众骑奥多拜骑到圆环，拢关系讲红灯正月，抑搁伫前一阵啊，东门路桥圆环是出现红灯禁止正月的标示，互当地人拢火气。交通局即马是回应讲，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东门路桥的动线较复杂，所以才会安尼调整。每若上下班时间，台南圆环的车辆长久以来，骑机车的驾驶要骑入圆环，拢惯是红灯正月。不过详细看，即摆有路口煞出现红灯禁止正月的标示。同一个圆环，另外一条路煞颠倒会使越。路口交通规定拢无共款，民众怨叹三无长，看甲雾煞煞。每个圆环的方向规定遵守都不知道，都不一样，变成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判定啊。对，反正它有3种不一样的一个转法，对台南市民来说有点困扰。那目前这边的交通违规哦，其实在红灯右转的部分开放至今大概只有4件，那其他的违规其实件数也都比较少。交通局表示，红灯正月会使有效消套车辆，其中东门路桥出现禁止标示，主要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东门路桥8月底才拄开放通行，机车会使骑起，嘛会使骑落去地下道到北门路。市府考虑到动线复杂的问题，就尾才调整政策，为避免大同路红灯右转与直行上桥机车冲突，故取消红灯右转。本市均会在路口前设置相关告示牌面，提醒用路人。台南旧社区内有7个圆环，市府讲，目前汽车骑入圆环也是以红灯正月为主。不过圆环的交通特色拢无同，警察局呼吁驾驶人也是爱遵照路口标志。那交通局讲，因会随时检讨做调整，卖参警方佮盘点需要禁止红灯正月的路口。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几人因为办桌真出名，甲高雄的内门同款拢互讲做是总铺师故乡。过去逐年拢会举办食办桌，也毋过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办3档。伫今年佫恢复举办，是邀请在地2个真有名的总铺做伙开90桌，从早9点开始卖，半点钟内随风注文了了。总铺师唱道菜，不少人拢爱食。台南规定区都要赴办桌菜要登场。咸大炒虾、五鱼大品盘、红品鱼翅鸡，每一个拢是大菜，总共10道的古早味料理，也是用颜色有名的台南规定区，甲高雄内门同款，拢被奉是总铺师故乡。过3年的食办桌活动，今年倒来啊，要伫10月27日隆重登场，邀请在地2位总铺师联手合办90道的桌菜，一道只要4000。10月11日早起9点，网络甲现场准时开放预订。有很多民众大概8点不到就来这边排队哈，那我们也很顺利的哈，在差不多9点半左右哈，把所有的报名程序都来做完成。区公所一开门，每一个摊口拢坐满满，差不多拢是要来订桌。结果短半点钟就被订了。区公所表示，因为配合的活动地点空间有限，未阁增加桌数，服务预定的民众拢感觉真可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礼拜，高雄港区有出现一只海猪，当民众看到了后，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海保署即马是研判讲，这只海猪有可能是肉鱼啊，无就是对船啊收入港。即马嘛已经赶紧通知港厝附近的船啊，速度就要放好班，才袂去弄到这只海猪。看到一只海猪伫海底游，11月中昼伫高雄港区内底，有民众发现这只海猪活动也是真好。结果发现民众表示，这几站马拢发现海猪游入来港区，不过这无一定是好代志，因为海猪有可能会不小心互船弄到，嘛是真危险。今天的在11点到12点，对，它陆陆续续就浮上水面这样子，还有注意到就给它顺手就拿相机给它拍下来，怕会被我们的船的螺旋桨绞到。海保署嘛随接到通报，派巡查员去码头巡查，目前敢若观察到一只海猪尔，研判是超齿海猪，伊游动是真正常，并无客刷现象。其实海保署伫初3甲初8嘛发现海猪出现伫港区，不过也是无法度确定敢是同一只。从目前所取得的影像来看，专家判断的结果应该是属于超齿海豚，但是因为它的影像还不是那么清楚，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判识是不是属于同一只海豚，或者是
以前曾经在高雄港出现的海豚。其实海猪是甲定动物，不过这阵啊，敢若发现过一只海猪出现伫港区，嘛是真奇怪。海保署是研判，可能是因为海猪绿鱼群也是甲船做伙入港。目前应该继续观察海猪的动态，嘛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海猪，千万唔通搅了。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北民权歌剧团的老团长林德华老师，伊对歌戏后场的音乐是捌透透。伊伫2018年，互文化部认定做人间国宝，加做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伊伫10月7日过身，才到88岁。林德华老师栽培真侪人才，伊一世人的功夫拢拍拼传承予少年辈。文化部嘛会请总统颁予伊褒扬令。人讲3分前场，7分后场，就是在讲戏要好看，后场音乐真重要。当伫文吹的，就是歌戏后场音乐的保存者林德华，伊嘛是创办民权歌剧团的老团长，直到88岁，伫10月初8逝世。咱台湾传统戏曲界嘛失去一位真重要的人间国宝。老团长林德华精通传统戏的后场演奏。不管是歌戏、布袋戏，还是讲教戏后场音乐，各种乐谱拢记伫老团长的头壳内。伊也捌讲，要学传统艺术是真正无简单。万世言，千年吹，哦，这个吹分了几千年也分袂好听。传统的艺术，毋是讲遐简单，要跟老师一段会磨练。林德华老团长见证台湾歌戏发展和变迁，伊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拍拼推广后场演奏的保存和经验传承，要甲伊的功夫拢传予少年家。2019年开始配合文化部执行传习计划，栽培后场的人才。对这来学艺的少年家，嘛拢甲因当做家己的孙弟照顾，侪艺生拢叫伊一声阿公。伊也真尊重这位艺师，嘛甲伊对歌戏的态度看作是学习的典范。老师演奏大贡献是足内行的，伊的味吼，伊的开口足歹学的。我觉得我在阿公身上看到了一个对于传统艺术的坚持，只要是演出，阿公他就是会把它做到最好。林德华自1970年创立民权歌剧团，到今有53年的历史，栽培侪歌戏的人才。艺生对伊的印象总是一束西装穿甲整整齐齐，面对歌戏永远展现出上顶真的态度。伊所留落来后场音乐是台湾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文化部嘛刊新闻稿表示哀悼，也会请总统颁褒扬令。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伫日本的真侪观光景点，拢当看到游牵车，若通常拢是查甫的在游。毋过最近伫东京有看到查某的在游这款游牵车，是真考验体力。笑眯眯，招呼人客上车，并且真大心为因维护这个布帘。伊可能无啥会相信，这只有155公分悬，身材细汉查某囡仔竟然游会顶动一台人力車。伊是22岁，小本邮箱，做这样头路已经2年半了。人力車の仕事は男性がするものだと思われがちなんですけど、女性もキラキラ輝ける素敵な職種だ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邮箱西门西路经过东京浅草区的大街小巷，那注意交通走好，那向人客来介绍当地文化。到目的地时阵，伊甲同伴斗阵自我来介绍，人客也对因真热闹。In start, I cannot believe she will carry us, but in the end,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 woman succeed in this job. 邮箱深深感觉，能得到人客信任是真无简单的。为了改变大家原有的印象，伊接受4个月魔鬼的训练，每天平均爱走20公里，就算大日头脚汗擦擦地，伊也是走甲真欢喜。っていうのも私運動経験が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から運転するのがすごい大変で、もう最初からもう人力車落としちゃったりとかすごい大変なことばっかりで、結構やめたいなって思うことがすごい多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は運転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コツをつかんで。邮箱因头前挂着我无想要放弃的牌啊，勉励家己。东京旅车夫真苦耐劳的影像伫社群媒体公布了后，吸引更侪女性来进入这行业。人力车头家发现，车女性对着吸引女性乘客有帮助，更加大胆来聘用女车夫。像这间公司女性员工已经增加到3成，那因的收入其实袂歹。上受欢迎的车夫一个月会使赚超过100万块日票，超过21万的台票。公视新闻3回并编译。
真正的诺贝尔奖当得颁奖，当得公布名单，也若阁有一个是笑亏无正经的诺贝尔奖，伫9月份的时有颁奖。得奖的是一个蜘蛛尸体做的机器手骨，也阁有精致白色布的马桶，典礼看起来是真无正经。也毋过主办单位是希望透过这款笑亏有创意的方式，互大家对科学有兴趣。Welcome to the 33rd First Annual Ig Nobel Prize Ceremony. 虽然创立到即马已经第33届啊，也毋过 IG 变像诺贝尔奖，每年也是固定讲因是第一届。今年照往地找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用私信的方式颁奖。特别若宣布得奖者，拢会因为因怪异夸大研究主题，引起大家注意。Chemistry and Geology Prize is awarded to Jan Zalasowicz for explaining why many scientists like to lick rocks. Because something that's not very clear then becomes much clearer when you look at it with a wet surface. And so I'm a field geologist. I've licked a million rocks. 史丹福大学研究员蒲胜明研发会当真正白色物的智慧马桶，摕到公共卫生奖。伊伫咧致辞时阵，除了有一个马桶，也个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定书者》。Thank you all for this honor, and remember, don't waste your waste. 来自大学研究员伫咧死去的蜘蛛身体内面插一寡幼尖，本来已经卷起来8支骹就会放松天气，用这来研发出蜘蛛尸体机器手，就敢若是掠红仔机会当掠外形无同款的物品。因摕到机械工程奖，今年每一位得奖者会当摕到3D 列印的奖杯，也个面额10条的辛巴威支票。也毋过辛巴威因为严重的通膨，因的货币是无法度使用，也无法度兑换。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21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